平嘅督翻後，又夠力水俾翻後邊嘅咧就係咧呢個卡林堡啊，卡林堡咧再踩行油去。好，呢個波應該空中越咗底線啦，法國嘅角球。輸個角球添啊！呢個波無端端啦，如果唔係挑一挑咧，第一時間勾出橫邊就仲好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咧法國隊喺右邊咧係逼得角球啊，由比提咧準備主踢呢個角球，已經打到啊上半場嘅27分鐘啊，仲未有紀錄啊，0-0啊！打比提開出呢個角球點近住，哎呀，一頂入磅啊，係嘛？斯丹嚟㗎，好嘢啊！近柱啦，斯丹獅子搖頭，一頂咧就係果然咧係首開紀錄法國隊，哇！高興啦，睇下法國啲擁躉。好啦，上半場嘅27分鐘啊，由斯丹啊迎接啊呢個比提嘅角球開入，標前近柱左側額頭錘一作入咗呢個波。1-0啊！法國隊咧領先啦，全場嘅法國國民啊，雀躍萬分啊！哇，起晒身啊，搖旗吶喊、鼓掌、唱歌，乜都齊啊！好啦，巴西蘭打啦，呢個波咧開翻後，鄧加咧俾李安納度，跟住咧俾過嚟右手邊嘅卡庫咧再俾翻後森派奧撈過去左手邊艾迪亞，又猜翻埋嚟中間嘅拜安奴。